弟兄姊妹，讓我哋咧嚟分享第二次嘅理財小組嘅內容。你有冇試過咧？遇到一啲人咧，佢係爭人周身債嘅信徒咧，喺教會嘅群體當中咧，有好多時候咧都會出現呢啲嘅害群之馬。佢哋唔單單即係欠人周身債啦，避開人啦，更加咧係咧會不停咁樣問一啲嘅其他嘅弟兄姊妹咧去借錢啦，去回應佢自己嗰個嘅債務，唔好講話佢去見證耶穌基督嘅豐盛，反而咧可能咧俾人去覺得去質疑我哋嘅信仰，點解會佢落喺咁嘅困境嘅裏邊咧，係十分之失見證嘅。其實欠債本身咧就係一個貶義嘅事情嚟嘅，喺呢個世界上面咧，卻係有一啲好奇怪嘅情況，就係呢個世界常常都咧視借貸為一種生活嘅常態，去鼓勵你去借錢，冇事冇幹都借一啲錢咧去享受，又或者叫你先使未來錢，讓到你咧欠債累累。其實借貸咧係講緊咧我哋嘅收入同支出有不平衡嘅狀況，未能夠量入而出咁樣去生活，需要咧透過外來另外一啲嘅外界嘅幫助咧，去調整翻嗰個嘅情況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失衡嘅狀況嚟嘅。聖經咧基本上咧係唔建議我哋咧處於呢個債務嘅狀況嘅，就好似羅馬書第13章第8節咁樣講啦。佢話凡事都不可虧欠人。另外箴言22章第7節亦都講話，富戶管轄窮人，欠債嘅係債主嘅僕人。即係話你爭人錢，你處於個欠債嘅狀態咧，就係成為佢嘅一個奴僕。我哋越欠得多，就越似奴僕，因為我哋未能夠自由咁樣去使用你自己嘅收入。你咧某程度喺法律上咧，其實你係需要咧先還債，然後剩翻嘅時候你先可以使用嘅時候咧，你嗰個嘅財務就唔自由啦，你唔能夠自由嘅運用啦。所以咧，其實違背緊聖經一個咧對於人嘅嗰個嘅睇法，特別喺哥林多前書第7章23節，亦都有咁樣講。佢話你們是重價買來的，不要作人嘅奴僕。即係話債務本身就係一個咒詛，令到人唔能夠自由嘅，唔能夠咧可以活出嗰個自由嘅生命。咁樣人係咪唔可以去借貸呢？即係正如舉例啊，喺香港如果你買樓，你冇乜可能咧，你用一筆錢去買咗層樓翻嚟，好多時候都係要透過銀行去做借貸。其實呢一類型嘅借貸咧係一種叫做可行嘅借貸。呢種嘅債務咧係一種有計劃啦，你計算過個風險啦，你都知道你有能力去承擔嘅，更加咧喺你個計算當中咧係有增值潛力嘅一個嘅債務嚟嘅。所以佢同我哋話因為有收入同支出嗰個失衡嘅狀態咧係有啲唔同嘅。你已經計算喺你未來嘅時候，你可以去回應翻，去平衡翻你嗰個嘅收入同支出，呢個就有少少唔同啦。所以咧，其實喺我哋生活當中，常常都會有借貸嘅事情要去解決，或者係呢啲嘅債務問題咧，其實都係講緊一樣嘅事情。我哋作為一個財務嘅好管家，我哋有冇失職咧？呢個都係我哋第一次小組嘅內容裏面都提醒我哋係一個管家嚟嘅。有冇因為呢啲嘅失衡嘅緣故，我哋攔咗咗上帝去賜福俾我哋嘅機會呢？有冇話我哋作好管家嘅時候，我哋忽略咗去相信神嘅供應呢？最後咧，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神學生嘅見證。有一個嘅神學生，佢一開初嘅時候咧，佢有領受要去讀神學，佢好想去服侍神，但係佢嘅情況係咩呢？佢讀書冇錢啊！佢冇錢咧，所以佢用常人諗嘅方法就係借錢去讀書。但係當佢經過禱告之後咧，神俾佢一個嘅信心，就係佢要依靠上帝，要用信心過每一日嘅生活。所以佢擺上咗，放棄咗借貸呢個嘅念頭。就喺嗰幾年嘅裏面咧，佢不斷經歷神嘅供應，一路嘅經歷緊、見證緊神就係佢嘅供應者。更加咧，佢之後咧去將呢件事情分享出嚟咧，就成為對別人一個激勵同埋一個美好嘅見證。弟兄姊妹，好想問一個問題，就係你願唔願意成為別人嘅見證呢？你願唔願意喺債務呢啲嘅事情裏面
去成為人嘅見證，定話因為你債務纏身，令到基督因你嘅緣故失見證呢？鼓勵你作一個財務嘅好管家。